好，来，咱开始哈。过来呀、阿乖，送你有炸。大家好，这哈。老卡这位，唔知敢若请我欢迎哈。咱开始哈。1644年10月14号，好天透西风，无用咧对快艇 Breskens 号甲 Harim 号来落即个涂炭。快艇 Leeward 号该动对此地出航的 Kiewit 号，也对过人载着石头来到遮。今仔日有4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即寡船以前捌出航侪摆，但是拢因为战风又搁来入港，就110个人。翻译员钦丁迄只撇搭节船嘛，已经出航前往平湖。10月15。好天透西北风，处理几件犯罪案件，快艇 Breskens 号甲 Harim 号已经甲所在涂炭拢落了，并且驶离开栈桥。无偌久了后，变底船 Lustre 号甲快艇 Leeward 号就来挖靠即个栈桥。栈桥我是照读啦吼，伊就写栈桥了，读栈桥吼。我嘛毋知台语要安怎讲。下晡按照本个月10号所定的条件啦吼，公布对测的即个实物数成百者吼，成百个人吼，有利益的迄份公告吼，咱昨有讲过，讲伊要公告，就是即公告讲即寡最惨的爱老老实实来申报啦吼，莫互成百个人倒了就对了吼。对过人载石头来的快艇 Kiewit 号来入港，也决议，若是风甲天气允准吼，符合啦吼，就要甲迄只大船 Vrede 号伫咧本个月25号以前调来北平的即个礁石区，命令空船的快艇载迄寡要载去印度沿海的糖，以及因所等待的日本丁文，尽量较紧去装去哩 Vrede 号吼，以便该船会当早出航，因为用变底船伫平湖装好有危险吼，并且决议，如果迄只Swan 号已经对Swan 号，我就来甲读天鹅啦吼，天鹅号Swan， 我毋知是毋是 Swan，SWAEN 吼。我来甲查一下啊，荷兰文。我电脑又搁慢去，毋是又搁慢啊，看起来嘛是搁较慢。感觉呀，卖面搞炸。照起啊 Swan 是荷兰语的讲法吼。我看伊翻做英文就是 Swan 呢，中文呢，中文敢若写音译。我看啦，比如讲甲翻做日文呢，日文伫倒位？英文，找无日文。好，安尼我是继续读Swan好啦，我毋知是毋是天鹅，并且决议讲，如果迄只
十万号已经对日本来到平湖，也要甲调来处理。而迄只大船哈林号，就要命令伊准备好，以便伫个今年的11月初一，就是后个月啦吼，对半个月后吼，对平湖出航前往巴达维亚。详情记载伫今仔日的决议录呢。10月16。风甲天气像昨昏，甲昨昏的决议录写伫个批呢，交予公司的小胖船 Utrecht 号乌特勒兹啦Utrecht 号早起甲昨昏的决议写伫个批呢，交予公司的小胖船 Utrecht 号早去平湖去互迄个 Vrede 号甲哈林号的主管。因暗有2只小胖船要对平湖来到遮，是今仔日对遐出航要。再有16只牛，甲迄只遭难的珊瑚船的其他数目。该船的先仔人讲，伫平湖只敢有看见2只阮的船，并无看见迄只海迪亚号。17透东北风，10月17号透东北风好天，又搁对 Nuster 号。甲快艇李维号来落雨，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对几啊所在来到即个所在，对几啊地区来到即个所在啦吼。所在海姆甲人数如下：2只高野船对丹角载茶来坐20个人；2只胖船对淡水来载700担硫黄甲150担，无写着。物件名称漏交去，500张水落泡甲鹿仔泡，坐47个人。9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就是5只对厦门来，3只对烈士来，1只对沿海来，合计坐337个人。所在海姆如 A 好，下底记下30锭黄金，20篮丝质布料，35箱镜铃，23包西铃，800箱丝帽仔，7担茯苓，80担面环，2575捆粗肥仔，34担乌糖，880稻米，60担，这毋知啥物件啊？沙托米哦，这毋知啥？370担盐。21担油，甲270担鲜奶的麦仔酒。好，结束。10月18，强风对东北风吹来，继续对迄寡船来落雨。本个月16号出航，带着阮的批示要去前往平湖迄只小胖船Utrecht号，因为季风又搁转来入港，所以遂搁改派快湖船。Haswind 号炸着迄张批，要伫个明仔载，甚至是沿岸要出航前往去平湖。10月19，有相当强的北风，迄寡船拢已经落好了。迄只快湖船 Haswind 号也伫个早暗含今仔日早起尽力要甲阮。迄张批早出港去平湖吼，但是到中昼也是无法度出港。有一只小胖船对此地出航，要去丹角载茶，坐5个人。公司的胖船 Diamond 号啦吼 ，Diamond 吼。公司的胖船 Diamond 号来到遮，因为强风又搁压制伊的锁啊，压断伊的锁啊吼。甲锁啊扭断去啦吼。伫个本个月17号对 Payten-Tiber 即个所在吼，叫做Payten-Tiber 即个所在诶后壁括号写讲，指台中的大道山吼，台中是安尼讲大道还是大道山。
来，这边我讲，我读一遍吼。公司的帆船带门号来到遮，因为强风吼，甲伊的即个锁啊抽断吼。所以伫本国个对台中的大肚山附近漂流转来到车吼。该船的主管报告讲，因伫遐搁再一处供应粮食予队长皮特本。该队长已经带领伊的同伴出发，此地行军前来。这是讲台湾吼。彼得本是伫倒位啊？是伫鸡人吗？因对鸡人行军过来哦。又搁讲 ，Simon Cornelius 坐伫迄只小艇烟花什么意思？烟花落着因的航行。这才有离拍毋对啦吼，因为读起来怪怪吼，读起来毋是怪怪，是完全无意思吼。我读华语你听，搭那艘小艇。沿岸路着他们航行，吼，这个路就是迄个路，吼，是你写啥？因此呢，因漂流的时阵呢，伊已经航到淡水南方高里的所在。阮根据这项代志来要讲，即嘛应该已经距离即个夸大王的迄寡村社无偌远。夸大王是毋是迄大肚王啊？所经过的其他村社，拢已经伊来表示归属，欢迎伊来等等。这段真正看无吼。拄则有讲，因即只船吼，公司的帆船呆门号，因为强风又搁折断了他们的绳子吼。台语袂当讲压制啦，绳子无人用压制啊，绳子是扭断尔，无可能用折断吼。哦，即只 Diamond 的主管报告讲，因伫遐搁再一处供应粮食予队长 Peter 本吼，讲迄个队长已经带领伊同伴出发，此地即个此地在倒位吼？应该是台湾啦吼。行军前来，又搁讲 Simon Cornelius 坐伫迄只小艇吼，沿岸来咧航行吼，应该是沿着即个海岸咧航行吼。因此因漂流的时阵，伊已经航到淡水南方高里的所在吼。阮安尼来要讲，即嘛是应该已经距离迄个大夸大王的迄寡村社无偌远啊吼。所经过村社拢来伊表示归属，伊应该是 Simon Cornelius 吼，欢迎伊来等等吼。好，咱继续看咧。今仔日听完做军对柬埔寨来的朋友详细的叙述了后，就是对柬埔寨来的朋友详细咧讲迄边的情形啦吼。所以，阮就决定，因为种种的考虑，将会停止对遮，搁再派军队去迄边作战的行动，吼。因为阮的兵力不足，无法度公营来去报复因谋杀我方的人员，就是无法度去公营来报复啦，吼。而且，阮的兵力将来还搁需要派去马尼拉去压榨吼，压榨即个西那人的帆船啦吼，也要用伫咧将要开始的即个探金的即个旅程吼，所以就无要搁派兵去柬埔寨啊吼，并且决议，因为有一寡人吼随意跋筊，所以迄条关系着跋筊的告示吼，将会该修改重新公布。对迄寡触犯的人，就是跋筊罪的人，吼，将会按照告示的内容，随来处罚。详情记载伫上述的决议了呢。即新教国家吼，无跋筊违法啦，吼。
10月20号天透北风，迄寡快艇开始咧装糖，要再去交互将要来北平礁石区停泊的迄只 Ready 号吼。就是迄个快艇甲装糖吼，要载去吼迄个 Ready。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平湖，要去载迄只失事的暹罗船的苏木，也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10月21。风甲天气像昨昏，迄寡快艇继续咧装糖。今仔日无船只出入，也无特别的代志。10月22，我稍等下读吼，我来摕只滚水。10月22，强烈的北风继续为着上述的快艇咧装无啥后壁无啥物件吼，应该是装糖啦吼。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对几啊所在来到遮，就是一只篷船对安海来，再来4箱行菱、一篮西菱80稻米、540捆粗肥仔甲8篮面粉，两只篷船来自福州。再来25000罐西那麦酒甲70稻米，5只篷船对淡水来，再来2870担青的硫黄，就是无过提炼的硫黄。合计8只篷船坐175个人，也有一只高野船出航要去打到再查。对上述载硫黄来迄只篷船收到下设商务员John Van Kissel 的一张来批，主要内容只敢若写着关系上述篷船载运的代志，并且讲现在迄边已经无船只，并且请求讲，请支付生意人沙哥甲白哥沙狗甲白狗，用因的人所送去迄边建造迄个碉堡的93000岛砖仔的费用等等。等下我搁看下这啥？对上述载硫黄的迄只篷船收到下设商务员 John Van Kissel 的来批，主要内容是敢若写关系到篷船所载运的代志，并且讲伫迄边已经无船吼，而且请求因来付钱吼，即个生理人。今仔日国际要派船长 Peter Jones 坐 Haring 号。早着阮的批信，伫咧本国个25号航前往平湖，以便25号是3天后吼，以便万一 Hendrik Dirks 也无坐着海底亚号到平湖，就要去上迄只大船叫做哈林号，去代替伊的位置，代替伊的位啊吼。并且国际有几个坚决拒绝讲实情的恶徒，将来要甲因监禁一段时间了后，若是因愿因就抓讲实在话，就会甲因释放。10月23。
礼拜日好天透北风，写一张批予 Lambert Matters， 主要内容只是甲伊讲，对伫摕有阮的许可证伫迄边交易的新仔人骚扰的代志吼。骚扰我是照读啦吼，照迄个公主被照读吼。骚扰台语是要安怎讲？骚扰吼，骚扰台语要安怎讲？来，我看下册台语有人咧讲。册台语。搅扰吗？搅扰哦，搅扰。对应中文骚扰。若讲群架啊，骚扰，骚扰就拄像我相款教练吼。TJ 中大理事典吼，第1374页正篇吼，你家己去看第7个，伊个写第7个。戏人或者是骚扰 ，OK。好啦，我的教练骚扰吼。对伫讲有摕到阮的许可证，伫迄边交易嘅新仔人吼，伫迄边交易嘅新仔人骚扰，但是到底是啥物人骚扰谁吼？咱看无吼。以后要搁较严厉来禁止吼。我哋不管啥物啦，意思就是讲，你有摕阮的许可证啊，阮就保证你吼会当顺事来做交易吼，袂去用搅扰着啦吼。10月24，风甲天气像昨昏，比对船 Swarton 比尔号对日本来到即个港内，来到处地港内吼，是该动大船 Swan 号甲 Castricum 号伫个本国个16号对日本出航。阮真欢喜啦，来对因遐知影讲，公司伫迄边的贸易情况良好，而且今年对地毋知啥物意思哦。今年从地、暹罗甲东京航往日本的船，拢陆续安然到位咯吼。书信的详细内容要等到Swan号到位才知影，因为主要物件包括要寄予总督阁下的，和寄予处地、寄予台湾的，拢伫迄只船顶。也因此，迄只快艇 Harris 号本来是计划明仔载要载阮的批信，航往平湖，所以要甲伊延后一天啦来出航。今仔日也收集了40只舢板，就是调集40只舢板，派因沿岸去 Goosebossen， 这毋知啥物所在吼，要去遐迎接队长本，并且要按照伊的内批，甲伊随行的军队载来遮，并且已经计划为着即个目的，明仔载还阁有一批舢板将会由蒋机关保罗斯 Strauss 带去遐。10月25，强烈的北风，迄只Swanton 比尔号来瓦克栈桥落125箱丁元甲一寡空箱仔。今仔日子即个10月25号较长吼，较长一丝啦，尔啦，毋是讲介长吼。好，咱继续读吼。讲迄只Swan 比尔号来
外口栈桥落125箱丁文甲一寡空箱啊，迄寡空箱啊是以前装布料去日本吼。伫咧即个当中 ，Castricum 号也伫咧下晡来入港，对日本来吼。该船的船长讲，含上述的病毒的船 Swartenbier 号、该栋大船 Swan 号，为着要航来取缔吼，伫咧本国个16号对Nagasaki结伴吼，做伴出航。了后，伫咧本国伫咧22号暗时，因为强烈的暴风，上述的大船就是伊个 Castricum 号，伫咧列基湾号的角湾甲淡水的角湾中间被吹散，被风吹散去吼。规暗拢无帆来漂流。第二天早起发现该船伫咧偏乌的危险之岛甲长岛，就是即嘛叫做各树甲结背树，是读做结背树吗？中间吼，停伫咧即个危险的即个波影当中，你要讲上述的大船Swan号含伊相款吼，也一定是无帆咧漂流。本国个24号又搁爱驶出上述的危险的波影吼，伫遐几若厝吼，几若摆拢险啊沉船吼。根据伊家己所会当看到的，伫咧偏湖岛，就是即嘛即个马京岛吼，北边上风的所在，看到有插头漂浮伫咧海面吼。伫即个插头顶，插有铁器，毋知影是啥物物件。听到水手讲，因嘛有看到，插伫迄支插顶头即个铁器，应该是螺栓吼，就是栓啊吼，螺栓。因嘛看到讲有一只荷兰船伫漂流，对上述病毒的船所砸来，议长 Jan van Elserac 所写阮的内批，知影讲，因为希腊人大量来进口地主乌色的花缎、彩花的缎，跨文在这什么意思？茶柱茶啦吼，柱是苎麻的苎吼。茶柱吼，饮缎等类的商品，利润无多吼。拄则念几个项吼，讲因为希腊人大量咧进口吼，所以即寡物件利润无悬吼。有一寡还阁爱了钱来卖吼，毋过相对呢，各种青丝却是起价非常的悬。因此，加在对青丝甲黄色的青丝的需求有够额供应，因为每一担355纽甲325纽银来卖。又搁知影讲，带着神父的装饰品去日本的希腊人遭受到真大的困难，真可怜被即个钉条的是啥物意思？很可怜的被钉住。即个部分看无，大家拢非常悲伤，毋知影讲因的困难将如何来结束。因大家拢讲，但愿会当带着因的商品去台湾，听讲伫遐会受到好的款待，而且去日本一抓，会当去台湾4抓，落坡也比去年的介绍加真多吼。因此呢，明年对台湾只敢若需要送来5万张，像今年送来的种类，除非对暹罗无法度供应10万张的需求，也的确，这是你讲什么吼？5万张、10万张，毋知啥物件，伊无写吼。
也的确也知影讲，对伫阮的船去夺取对希腊或者是对其他地区航往日本的希腊人的旁船吼，只要是发生伫日本的领域国土之外，日本人看袂到的所在吼，阮就将袂遭受日本人的异议。波斯的死以51号吨来卖掉，每100欠无写单位吼，每100毋知啥物件，起3个 stuvers， 就是15銑。而即个姚鱼皮吼，姚鱼皮是遭受着真大的压力，只袂到真价计数，因此交易的时无法度通遵照长官阁下的命令。迄250包烧麦是伫咧收到阮的批信以前，就为着巴达米亚所订买，并且收买了，已经用10万号送来。互阮大家真意外的是，因为几个对阮无友善的日本官员的为难，今年糖也是袂当出口。毋是歹势，今年的糖也是袂当出口。毋过对各方面的情况看起来，若是讲持续来申请，伫咧短期间内应该就会当出口。有一批好，因为卖到每一担悬过21.7牛银，所以用 Castricum 号送转来，也命令所有的船拢尽可能来加载一寡地层用的石头，但是这战术必须伫咧身躯边的邦约造成真大的烦恼的款。今年迄寡船舱，就亲像2-3年来安尼，拢被砍了封印。原因是迄寡被逮捕的神父，伫咧公务被刑的时阵讲，当因伫咧坎保迪亚居留的时阵，有真侪天主教徒坐着荷兰船航来遮，因当中有几个人就是坐着荷兰船来的，并且承认吼，并且招认信奉天主教。又搁讲，伫欧洲宗教当局决定，因为西班牙人甲葡萄牙人毋允准航来日本，要派神父以水手的身份坐荷兰船来日本等等。详情参阅今仔日所写入去阮抄本里的该书信该函。倒只地。今仔日有3只，等下吼。今仔日蒋介石、保罗斯 Strauss 又搁带几只舢板，军队昨出发去 Giuspoli 的迄寡舢板，要去遐载队长本含伊的军队转来遮。今仔日有3只篷船甲1只高野船来到遮，坐270个人，就是2只篷船来自厦门，载有410稻米、87担糖、10稻硬豆，硬豆毋知啥物豆吼，夹豆，50担面粉、57担油脂、140担面环、540包薰草、1100捆灰仔、13箱的金丝甲一寡布料、1500箱的丝帽仔、1担半的蒜蚵、110担盐、6罐姜糖甲5包的空眼布。这个珊瑚吼，我是虽然是捌听过，都安尼念，但是这是毋是念对啊？毋对，我毋知吼。我来甲查一下。
我今年可能可能算念，嘛无讲毋对，我讲有收吼。来，我读做旋莪嘛吼，我先讲我伫倒位听着吼，我读小学诶时阵吼，小学二年诶时阵，阮爸去迄个倒迄个进香团吼，环游宝岛一日吼。游台湾安尼说一日吼，其实伫我细汉，我读小学年已经是咱算去当中算8号吼，已经47、8年要50年前的代志吼。就是迄当阵，其实迄当阵，这都应该是安尼讲，注重即个创管路会当对规人透到即个高雄啊，搁甲屏东吼。你要环游规台湾，就是毋是介困难的代志吼。啊，我小学的时阵，就是倒即个进香团吼，啊，阮爸带我去吼。啊，倒这进香团去四国佚佗安尼，当然去拜拜，庙会拜拜啦吼。啊，阮去到东海岸的时阵，当然是有去花莲啦吼。伫花莲足侪迄种卖礼品的店吼，啊，倒内底有足侪是有咧卖旋莪的吼，我就是伫遐听到即个旋莪吼。真怀念呢！我一直想起这代志，我咧讲这代志去，我迄个画面当伫的吼，迄当阵安尼游台湾吼，什么王国六个游台湾，迄当阵一出戏吼，讲起。啊，我一直到即嘛吼，定定佫会想起讲，阮细汉的时阵吼，去风景区佚佗吼，啊，足侪当然足侪家庭，因是厝诶大细细吼，老诶少年诶囡仔安尼吼。规定逐个去即个风景区佚佗，啊，我迄个印象，我声音的印象，佫是迄当阵伫像即种风景区，逐个佫讲台语吼，所以我真正足怀念迄当阵迄种我即个印象中，我回忆中的即种代志吼。好，旋莪1973年 Embry 大英书店。写做仙河，还是仙河哈？仙河，所以 Marino 是写做山莪，或者是旋莪吼，莪就对啦吼。我是读旋莪，对旋莪吼，就是我即个第。迄个 Marino 首的第2个音，就是我对着读的旋莪。另外台华线顶书店吼，台华线顶用咧这啥物件，我实在是一直想无即个来源啥。教育部书店叫做旋莪吼，所以就是我对着读的这个音吼。好。为什么讲对遮啦？吼，咱看到旋莪，我想到讲，我第一道接触到即个词，就是我读小学2年的时阵去花莲佚佗安尼吼。110担盐，当然我是袂记咧听啥物人讲旋莪，你就是一四季转旋莪嘛，一定听你即个词吼。110担盐吼，6罐姜糖甲5包空眼布，无报告对时仔来特别的消息吼。好，今仔日。这10个2五，较长一撮啦吼。10个26，透北方哈林夫带着阮所写予总督阁下的批信出发航往平湖，当然是要去印尼，要去巴达米亚啦吼。这批是要去予总督阁下嘛，巴达米亚。无用你看昨昏所载来迄寡布料，买一寡惊灵，其他的因为粗劣，就是迄个品质歹吼，袂当同意。今仔日有一只小胖船对淡水载流园来到遮，
做狗的人。10月27号，风悠远像昨昏对北方吹来。迄只大领港船载着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s 吼 Close， 后壁佫加一个 Close， 伊的名忽然间佫加一个。迄只大领港船吼载着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s Close 吼，对莅临附近转来到遮。报告讲，都如同队长本已经写批甲阮讲的吼，上述队长已经来到莅临。这莅临是伫倒位哈？我一直想讲莅临是伫彰化，毋知对啊毋对？我看觅吼。为什么我一直有即个印象？因为我甲伊含即个丽水即个所在合作伙啊，小等吼。地图，什么叫吧？地图点莅临 paste， 真正就是伫彰化哈，彰化莅临镇哈。莅临是差不多什么所在呢？西边是西北边是算西边啦，西边是丰原吼，东边是溪湖鼻头，东北边溪湖，东南边鼻头吼，东边是延建啦吼，永靖吼，永靖乡，因这敢若是毋知是听讲是河洛客吼，因发音是迄个潮州，是倒位来吼，发音足特殊的吼。叫延建永靖吼，永靖乡。南边是我袂晓读竹塘吼。搁啥物？就是包伫即寡乡镇中间，即莅临吼。要挖即个落水溪啊啦吼，竹塘搁落着落水溪啊。好，落水溪对岸就是润培、利润吼，润培、利润，较西南边是麦寮、外海去吼。好，这是莅临吼，但是我一直甲含即个丽水吼不做伙，丽水呢是。溪州丽水倒位呢？丽水，彰化丽水乡。OK， 丽水呢？你若坐即个代替吼，坐火车吼，一定你会经过丽水吼。丽水是伫个落水溪的北边北岸吼，过北岸就是林内吼，林内毋知是读做哪来吼，我无介清楚吼。这是丽水哪来遮吼？较挖山啦吼，伊过来就是豆落吼，过落去，过往南就是豆落啊吼，这是较挖山。拄则这个莅临是较挖海吼。啉捌一下台湾的地理啦吼。我知影有一寡北部囡仔、台北囡仔，从来捌离开过台湾一寡所在，拢无介清楚吼。好，
咱搁转来日市遮吼。讲迄个队长本已经写批甲阮讲上，伊已经来到莅临吼，除了被阮攻击、烧歹两个村社来处罚过迄个夸大王的几个村社以外，我咧想即个夸大王应该就是大肚王迄村社啦吼，应该是啊，因为我记咧印象中我真正捌读过吼，大肚王。除了被阮攻击、烧歹迄两个村社。差不多是无看到已经归属公司的村社吼，因为其他主要村社拢是伫咧山区里，因此伊无法度去遐吼。而且伊的士兵已经非常的野线啊，非常的忝吼。有诶破病，大部分的人拢已经野线吼，因此呢，决定要行回厝地吼，行回厝地应该是要行转来台南吧，而且无简单诶，因真正是对贵人吼，我记这个彼得本应该是本来伫贵人，啊是淡水，我袂记啊吼，反正就是北平遮吼，啊一路行到遮来吼，故意会知影讲迄当中其实连路都无啥物路，无畅款咯，吼，这是400年前诶台湾吼，400无到400啦吼，390年前台湾无啥物路，当然有路，绝对是因迄当阵原住民行出来一寡路，会当确定绝对无桥吼，所以伊若要过溪，绝对才撩溪过吼，那水较深爱用想过去吼，所以是少歹行诶吼，这是足辛苦诶吼。好。希望明仔载来到 Goose Bossage 伫遐吼，阮已经准备了50只3板，要载因转来遮吼，载因转来即个台南吼，真辛苦。我一个即八兄弟吼，啊，伊和我同年吼，伊就高中诶毕业，伊就提早去做兵，啊是陆军。伊即个行军吼，有一搭吼，我去找伊，伊拄好转来，行军煞放假，转去厝诶。啊，伊是我即八弟嘛吼，较早着算阮诶厝边着对啦，我着去找伊安尼去甲看。啊，伊拄好咧换衫，啊，拄好要烫伊个袜啊，啊，迄袜仔烫起来安尼，下底骹规个是安尼，好，咱莫讲啊吼，诚恐怖对啦吼。伊讲伊对，敢若是屏东啊，是啥物所在吼？沿路直行转来，毋知是啥物所在，我袂记湖口啊，啥物所在吼？啊，才放人啊，休假，行即逝安尼，骹行到咁要烂。好，啊，这个是因当然因迄当阵行军无，嘛毋是讲行大条路啦，应该是讲行迄种细条山路啥吼。你就安尼看了阿兵哥行军嘛，伫咧大条路边。好，咱继续看哈。所以我是看了因即个荷兰人安尼行军啊，想起讲这实在是足辛苦的路程。今仔日去观看，并且收买一寡丝帽啊，但是对迄寡西宁和其他布料的介绍袂当同意。今仔日有3只胖船对此地前往历史，在地层呢坐39个人，有2只胖船出航前往平湖坐30个人，另外有1只胖船出航前往平湖，要去载迄只失事的暹罗船。船顶的数目来处地1228。风甲天气像昨昏，搁再去观看迄寡西宁甲其他的布料，因为死的质料无好吼，搁再一次拒绝收买。今仔日因为强风，昨昏出航要去历史甲平湖的迄只。胖船又搁转来入港，此外无事。
10月29，透东北风，天气寒冷。哇！我想讲，本来想即个10月会当甲今仔日会当甲结束起来讲，结果即个一天，咱即嘛一天哦，哇，落长，又搁落长啊，非常非常的长吼。因为内底搁夹一寡，夹一本毋知啥物物件吼，咱来看。你内底搁夹一本物件吼。10月29，透东北风，天气寒冷。中昼对淡水转来本，就是你看即个，你看即个行军对淡水吼，对淡水转来队长本吼，甲全部的军队拢抵达，就是来到台南咯吼，来到台湾遮，是坐迄50只派去遐吼，下三版所载来吼，伊伫日记内底写有出征的经过情形。在此抄录该日记如下。剩7分钟，咱加减看一寡吼。真趣味啊吼！咱正要看伊行军的情形吼。沿路毋知会当看着啥，听着啥，真趣味吼。我毋知影，但是咱来看吼。对淡水一路行来到台南吼，伫个1644年，这是当时1644年1644等于是380年前吼，各位，咱就来行一撮吼，380年前，1644年9月，由队长彼得本阁下指挥出征北部，经过淡水甲鸡笼前往柑仔人湾，再搁对遐经过南崁地区，即卖南崁吼。南崁地区较含即个夸大王的地区，夸大王是大道王啦吼，我相信是大道王。所以大道王的地区就是应该是差不多可能对新竹到彰化即个位啊，应该拢算是伊的即个大道王的所在吼。好。佮对遐经过南崁甲大道王的地区，前来台湾的重要经过的日记，吼，这小标题写甲落长吼，但是就是甲咱拄则讲的，佮讲一遍尔吼。好，咱继续看来吼。因为自从攻克鸡笼的城堡，占据淡水的安托尼奥城堡了后，对鸡笼的东边一直到圣罗伦斯湾，圣罗伦斯就是苏俄吼。圣罗伦斯是苏澳湾啦吼，苏澳是大家知吼，宜兰一个海，一个宜兰应该算最东边的一个扑出来一个所在吼。对鸡笼的东边一直到苏澳湾吼，圣罗伦斯湾的地区的原住民，以及对淡水的南边直到即嘛鹿港的地区的原住民。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到今也未当互因完全来顺服公司。现在所以即正大一片吼，对淡水到伊讲到鹿港遮吼，我就要讲彰化，我无介清楚到对，伊即马讲啊遮清楚吼。对淡水到鹿港吼，像阮遮新竹人吼，原来算荷兰人管袂着吼。讲即个，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到今也未当互因完全来顺服公司。即嘛，因为几只快艇来到台湾，吼，再来海军军官甲士兵，因此长官阁下含伊的议会，就决议为了上述的目的，要派300个军人的军队分做4队，由队长彼得本阁下带领指挥出征。300个分4队就。一队无到100个啦吼，超70外个吼，并且为着要争取时间吼，命令快艇的 Briskens 号、Kivitz 号、Herring 号以及迄只快河船叫做 Haswin 号含迄两只旁船 Utrecht 号甲 Barak 号，先载运3队，总共225个士兵去鸡笼，迄也是要会师的所在。我记得咱之前有读过即段啦，就是讲，带300个士兵坐4只船要去鸡笼嘛，吼，是咱有读过。啊，为什么到尾用脚踢转来？
毋知吼，咱继续看咧吼。9月初6，皮特本阁下带领第4队士兵坐快艇李月科甲迄只大领港船对台湾出航，趁着东南方继续所吹来即个顺风来前进。中昼过2-3点钟来到芒港附近，伫个日头落去了后，来到本港溪附近，规暗继续咧吹即个顺风。即马咧讲因就北的过程吼。剩3分钟，来继续看咧。9月初7，我看一下笔记有啥物。好，等下。9月初7咱个读了啦吼，咱就转来看笔记啊。过来即就是明仔载后日咱再继续来读即个吼，荷兰人游台湾即个日记吼。我是真期待啦，看因会当看到啥物件，写啥物代志吼。9月初7天光的时阵，来到Patentipper 附近吼 ，Patentipper 拄则有读即个所在，我袂记啥所在，应该是大肚山，拄则那个大肚山的款吼。Patentipper 的附近吼，还阁顺风趁着顺风继续前进，来到中昼，风就变做真微细吼。暗时啊，淡水已经在眼前，所以拄则伫个所在叫做应该是大肚山，无毋对吼。要暗的时阵，淡水就已经伫咧眼前吼。迄时完全恬静无风咯，前半暝啊，倒着即个海水特劳伫咧淡水头前的即个海边啊咧漂流，阮就踮咧遐趴定停泊。好，咱读到遮吼，停伫咧淡水遮，看一下各位所写笔记有啥物笔记无？扰乱，歹势你讲。无，我是当就是开始那个扰乱的。哦，好。扰乱的那个，大家有查一寡字。哦，是啊，群角骚扰吼，骚扰。即个啥物写即我看无，什物超人，即伫读册上我都袂晓读，汉字。骚扰，漩涡。李林吼，李林拄仔讲过啊，我都袂读啊。我刚刚也去看。菲比有甲咱小解讲是演前是陈淑芳的《鬼地方场景舞台剧》，这是歹势我毋知影，这可能是舞台剧的款吼，我甲无介清楚。一本小说。哦，一本小说啦。最近伊讲要出台文版啊。是哦。哦，叫做鬼地方哟，是要哪读啊？鬼地方哦。华文就啥鬼地方，最近马文嘛一直讲。哦。哦，是哦，好，大家有兴趣再看吼。好，李林。好，过去是平埔族巴布萨李林社所在地定名嘛，因此叫做李林吼。荷兰时期写做就是李林吼。读解。OK， 安尼咱读到遮吼，9点多30分，明仔后日吼，咱大家再过来读即个台湾游记，荷兰人台湾游记吼，用脚行出来。好，安尼到遮咱开放吼，欢迎。